亲。谁啊？小陈队长，快开门啊！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你。我是高凯队员，你忘了？又是你，小陈队长，我有很重要的事要找你，赶快开门啊！哼，上次说什么从30年前飞回来拯救我，全都是来自一部电影的桥段，我不相信你。被你识破了吗？哼，我识破了你，还找我干什么？你听我说，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、也很熟悉的人来跟你见面。我很熟悉的人。谁啊？我向你保证，你一定不会失望的。不行，我不会信你的。你跟那些女人是一伙的。赶快开门啊！还是李医生说的对。让一下。干什么？走！又是你们2个人妖，为什么要抓我？想干什么？喂！喂！高凯的？喂！你们是哑巴？说话！去哪儿啊？喂！你们2个人，啊！我不是这间房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！你们2个人妖，男不男女不女的，我不进去。进去。完了，高凯这家伙，这次完蛋了啊！他一定会把我的秘密都告诉那些个女人的，死定了，世界末日了，等死吧！表姐，这样对他会成功吗？小陈过去没有任何暴力行为的记录，值得一试。康妈来了。康康，女人，妈妈，你真的是康康？康康，康康。真的是你吗，康康？爸爸死的时候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新加坡。你知道爸爸一直在找你吗？他死的时候不停地叫着你的名字。有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。我有什么不知道的？你抛弃了我跟爸爸，丢下我在姑妈家里，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？是你不要我的。姑妈打你吗？康康，你知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会离开你和爸爸？他们一定不会告诉你。
你爸爸本来出身很好，他从来都不需要为生活而烦恼，继承了你爷爷的工厂生意，本来一切都很好。可是有了你不久，他就在外面结交了损友，那些人教他炒股票，他越玩越大，越输越多，结果欠了很多债，把工厂卖了都不够。债主天天来追债，恐吓，还说要抓你去卖。我们真的是走投无路。一个追求了我很久的男人，他说，只要我愿意跟他，就答应帮你爸还清所有的债务。刚刚你要知道，妈妈不是自愿的，我是被迫的，我也没办法。去新加坡后，我天天哀求他，求他让我回来见你，但他不肯。7年后，他终于答应。但我回到香港，却发现你姑姑搬家了。我一直想尽办法去打听你的消息，却什么都没有。妈妈真的很挂念你。妈妈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刚刚，你要相信妈妈，更要有自信。3年前那人死了之后，我马上就搬回了香港，因为妈妈知道一定会找到你。这20年来，我一直在想，我的刚刚，你变成什么样子？想不到会在这里找到你，对不起，妈妈，对不起。妈妈，不要离开我！妈妈，不要离开我呀！不会，妈妈不会离开你，不会。妈妈，我很想你啊！妈妈也想你。妈妈，不要走！不会，不要走！妈妈不会走，不会离开你。妈妈不哭了。